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26日，申命记4章9节安尼讲，所以着谨慎，嘛着切实保守恁的心，才免恁袂记伫恁亲目看到的代志，才免这个代志伫恁活地的时离开恁的心，嘛着用这个教示恁的行行顺顺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谨慎，搁切实保守阮的心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古早、现在，直到将来，永无变化、永袂改变的全能上帝。主啊！你是圣洁搁公义，信实搁良善，真实无虚假的全能上帝。主啊！你欢喜怜悯，无爱生气，欢喜赦免，无爱定罪。主啊！我要来到你的面前，恳求你帮助阮，时刻来笑念你所赐予阮的恩典甲疼痛。主啊！求你互阮知，着谨慎，嘛着切实保守阮的心，才免阮袂记得阮亲目看到的代志，才免这个代志伫阮活地的时离开阮的心。我要用这个教示阮的行行顺顺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